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今天我们要访问办公室的2位记者大哥，就让我们来了解他们的工作秘辛吧。嗨，硕伟哥。Hello， 嗨，你好。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？你在忙吗？没关系，现在有点空档。好啊，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？现在要剪我们那个国语新闻。国语新闻。要拉 OS 是什么 ？OS 就是我们新闻里面的配音，就是辅助让观众了解这些新闻的内容大概是什么。哦，好，了解。那请问你就是做这个行业大概几年了？做这个行业前前后后应该快20年。快20年了。可是你看起来蛮年轻的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就是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很特别，或者什么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经验？比较有趣的事情，我记得有一次在大概10年前有一场台风，然后那个台南的淹大水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在马路上，那时候我跟我的文字一起在马路中间安全岛上，因为那时候淹水，很多车都停在马路上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访问人，就一开始那个观众的那个受访者一开始很开心，想说可以上电视受访，结果那时候问一问的时候，突然后面因为路上都积水，然后车子一经过，哗，就那个水就冲到整个喷到他脸上，因为他开车窗嘛，水就这样喷进来。对，你可以加个特效，那个喷水。好，我就水整个喷到他脸上，他是瞬间变脸，本来一开始很高兴的脸，就瞬间变得很生气这样。然后我们就问他问题，对，本来可以上电视给鬼辛苦挡立龙。对啊，很糗，应该变成他的一个出糗的样子。对啊，他上电视就都是湿的。对，然后整个衣服都湿，然后都泥巴水，然后头发也这样，他头发有点长，整个头发都被水淋湿，完黏住。对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些。好，拜拜。再来是我要找我们林大哥，他是一个很资深的记者。嗨，林大哥。嗨，你好。我想你在忙吗？对，我现在在剪袋子。好，那我可以打断你去问几个问题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就是你现在剪的影片是？就今天市政府的那个记者会。市政府的记者会吗？好，了解。那请问你从业几年了？我做这一行大概也17、8年了。17、8年了，也蛮久的。就是做这行有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经验，还是突发状况什么的？以前曾经有过社会新闻嘛，那可能半夜会去一些现场，可能有一次刚好是府前路那边一个就是重大车祸。因为我们到现场也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地上有时候暗暗的也看不清楚啊。肉块吗？对，就是后来才听说有人就有消防员说小心不要踩到，对，踩到那些一些碎块之类的。了解，就是蛮恐怖的，蛮心惊肉战的。就是感觉就是如果像跑社会线的应该常常要去比如修经。对，所以有时候3不5时没事就到庙里走走，其实也蛮不错的。对啊，就是去拜拜求个平安也好。好，那谢谢大哥跟我分享这些。OK， 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